哇！依家買樓真係平，我有個朋友話幾百萬買咗個豪宅，依家啲業主真係識玩，裝咗修先買俾你喎。咁揾我驗樓，我嘅睇一睇啦。啱啱驗樓嘅。呢個我哋第三組檢測嘅電掣檢測到佢火線同零線倒轉咗，呢兩條線一調轉咧，假設啲電器一用咧，就有機會燒咗 fuse，甚至會因為調轉長期導致高溫，之後佢唔識調掣嘅，最危險咧就引致火災。檢測佢個保護裝置是否能夠正常跳嗱。聽唔聽到啲聲？佢有顯示啦，咁呢個保護裝置係正常嘅。依家咧啲洗手盤，我哋咧準備幫佢測啲排水嘅流速。我哋會制定一個基本嘅使用，例如話10秒、20秒，你一定要幾多毫升，你留咗佢咧，咁使用嘅狀況先會順暢。而呢啲咁細微嘅地漏咧，其實我哋都唔可以放過嘅。萬一呢啲開放式廚房真係浸水嘅情況，啲水冇地方走啊，大鑊！你睇呢啲新樓標準交樓啲雲石。笠晒嘅，就提醒個客，呢啲咁嘅嘢，一定要同翻發展商去傾計嘅問題。但係你睇下嗰啲嵌入式、吊頂式，一個生口都冇嘅，你呢啲。萬一大維修或者要換一嚿部件，你真係麻煩。中肯嚟講，要靚就要有付出。其實新屋咧係檢測咧安全排第一，水一定要檢測。咩牆身平唔平整，個飾面呢啲後話，安全問題，無論舊樓定新樓，一定要關注。